冇萬張飛，1個半鐘賣晒。啟德體育園今晚會變成紅色海洋。香港隊主場迎戰蒙扎拉。上次我哋係達卡以4-3絕殺佢哋，今晚佢哋嚟報仇啦！各位球迷朋友，今日係10月14號夜晚8點正 ，AFC 亞洲北外圍賽最重要嘅一場比賽，即將喺啟德體育園上演，香港對蒙加拉。呢場波唔單止係足球比賽咁簡單，更加係我哋香港足球歷史嘅重要一頁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上個禮拜4喺蒙加拉達卡嗰場波，真係睇到心跳停頓。我哋香港隊喺最後時刻入咗致勝嘅一球，4-3贏咗蒙加拉。成6萬幾個蒙加拉球迷喺度吵緊，但係我哋香港仔等住壓力喺佢哋主場贏咗。李斯特城嘅中場球員含沙周德里喺第13分鐘射入咗一球超變嘅自由球，幫蒙加拉領先。但係我哋5人輸，愛華頓加馬高喺半場前扳停，之後就係一場瘋狂嘅入球大戰。講返今晚嘅比賽，蒙加拉隊呢幾日一直喺度投訴我哋香港睇佢哋嘅訓練場地唔夠好，但係我哋香港隊教練愛舒利維斯會喺近日記者會上面好圓咁回應，我可以保證佢哋得到嘅待遇好過我哋喺蒙加拉攞事。如果真係要投訴，應該係我投訴我哋足總對佢哋太好。根據亞洲足協規定，客隊只需要喺比賽前2日先有權用訓練場，但係我哋香港足總超級好人，喺禮拜6就已經俾蒙加拉隊用大埔運動場練波。禮拜日佢哋去咗青衣體育館，近日仲俾埋佢哋直接用啟德體育園，佢哋仲要求體育園開冷氣跳到23度，我哋都應承咗。蒙加拉教練卡比拿喺記者會上邊都承認設施可以更好，但係香港足球嘅力量今晚更加勁，冇萬個位全部爆滿。啟德體育園會擠埋個天幕，大家嘅吔喊聲會喺場館入面圍塔，聲量會放大好多倍。想象下5萬個香港球迷同一時間吔喊香港加油，個場面會有幾壯觀。香港足總主席霍啟山表示，今晚會有全新嘅 Tifo 洋額展示，